台市将伫2024年举办建城400档活动，议员吕维英上午总结时提出建议，要求市府对现在开始一档一档到400档，拢为台市做生立的概念来努力。除了专运会主办，争取台湾灯会以外，伊嘛希望提早规划前所未有的台南世界博览会，邀请台南的姊妹市、台南的歌手来举办台南人之夜。对此，市长嘛强调，台南建城400档将营造成全民运动，甚至成为台湾重要一环。敢有想到，对这个时阵开始，一档一档一档。一直到400档的时阵，会当好好啊为着咱的台南市来做生意。对这个时阵，咱就应该开始做。市长，你敢有啥物款的想法？是，我想这是毋是一个人的代志，全台南市的代志，甚至是全台湾的代志。所以，我想对着除了官方以外，咱来引进更较侪来自民间、来自文化界、来自思想界、来自学术界。大家共同的这个智慧甲力量来做这个400年的这个系列的活动，唔那是静态，嘛是要有动态。除了伫建城400档的时阵，你除了会当来争取台湾灯会，除了会当搁再一次来争取国庆的宴会，伫台南市来举办以外，其实你会当配合着相关。等等，亲像你头我讲的，不管是官方、民间、文化界、艺术界等等，会当来举办一个前所未有的台南世界博览会，伫咱的台南。议员总结顺都来要求提早规划建城400档的相关系列活动，也希望提升台南的运动风气，包括争取伫南区少年观护所边的大片公园用地，来作为台南市第2座国民运动中心。另外，嘛希望伫渔光岛设立水域运动中心，来发展攀船训练，甲适合全民运动休闲的好所在。台南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。